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胡适走势还是比较稳的，跌的比较稳没有暴跌，也没有暴涨。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沪指跌0.16%，深成指跌1.3%，创业板指数跌1.5%，全市场成交额17000亿，比上周五缩量3700亿，全市场超过3500只个股飘绿，大部分股票跌幅都超过1%，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个资金流出了很多，市场出现了分歧，有一部分股票还技术活跃，涨停的股票比跌停的还是要多，说明游资还是在火中取栗这个沪指尾盘本来是要下跌的，破位有跳水的意，但是有这个机构出手深深的给它拉了回来，要体现出稳。如果破位下跌，那就不稳了。毕竟昨天监管部门周末开会，学习这个会议精神要稳住楼市股市，体现出这个稳。这回稳了吧？主要是稳。散户金融消费者还在做梦什么牛市，早点洗洗睡吧。成交量17000亿很有可能明天后天又要到15000亿以下。整个盘面全部靠银行、三桶油、通信支撑，这个都是国家队基地，国家队云集如果不看沪指因为国家队主要是在沪指里面比较多，沪市你看那个创业板指数实际上是一个破位走势，一旦这个创业板破位沪指强拉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沪市整个来说目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些小作文虽然有，但是重要的会议已经开完了，你再等是不是要等2会那这春节了，过完年了，稳住股市那就看监管部门怎么做，要强力干预。今天这个新浪证券报道说30%投资者认为 A 股牛市还在，这一下就少多了，只有30%投资者认为牛市还在这才挣2个月9月底到现在不到3个月，大家想一想，国庆节期间那是绝大部分认为牛市来了，要不然不可能银行的储蓄会搬家，00后大过节的跑去开户，任泽平老师也不会喊出什么开盘即收盘，后来喊出倒车牛，对吧？是倒车回来接人的，想想那个时候多火多热，如果你没买股票都不好意思，好多人说你踏空了，你看这个才2个月过去，怎么只有30%人认为是牛市了呢？剩下的70%人呢都在销户是吗？说超50%投资者认为年内 A 股能达到3500点，这是个美好的愿望，年内已经超过了好吗？10月8号不是3600多点吗？3700嘛，不要从这个上海叫什么爷叔爱在深秋说14000点，现在一下变成3500点，差距太大。说刚刚过去的交易周12月9日至12月13日，三大股指集体下跌，沪指跌破3400点。面对上周的震荡盘面，投资者的情绪又有何变化呢？调查数据来看，对于接下来 A 股走势，超50%的受访者认为年内上证指数这一数据较上次调查结果有增加，而持有将高于3500点的观点的受访者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个调查应该再问一问，再调查一下，对吧？持有14000点的观点，这个受访者会不会增加？对于接下来潜力板块、科技、大消费及人形机器人，认识投资者一致看好的板块，高层会议指出2025年要加大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有分析指出，对消费行业来说，可持续关注潜在政策催化的投资机会。对接下来半个月市场会怎么走？牛市结束了吗？调查显示，超55%的投资者认为现在的市场是震荡式行情，认为牛市的比例占30%，这是证券时报报道的简单点说就是只有30%的人说别慌，牛还在。从疯牛到现在的牛还在，这个金融消费者就像做了一场梦梦一场。经济学家管清友说机构玩债市，散户玩股市，各有所需，平行世界大家都觉得拥有美好未来。这个券商中国说A 股现4大支持，市场在走一个扭转趋弱预期夯实向好预期的格局。这个券商中国说最近的市场总在预期拉满时回调，在悲观冲刺时反攻。周五12月13日 A 股、港股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调整，此时
很多投资者会对未来的行情产生怀疑。然而，纵观9月24日以来的行情，整个市场似乎在走一个扭转弱预期、憨实向好预期的格局，即通过行情的反复震荡向上，推动持仓信心提升。其意可能并不是向下寻底，而是走向新高。从市场的微观细节来看， A 股已有4大支持出现。首先，周五上涨的股票仅920只，但涨停个股100只，显示游资的活跃度并未因市场杀跌而下降。这个显然就是倒置啊！游资反复活跃并不是什么好事，游资越活跃越说明受害者多。你不能否认现在是个零和博弈啊！这个市场有增量吗？内生的动力有吗？是企业基本面改变了，还是企业分红能力增强了，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了？都不是，纯粹就是吹喇叭抬轿子，忽悠别人去接盘。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的情况下，游资越活跃，金融消费者受伤就越多。第二个，他说啊，市值前100的 A 股周五仅有4只上涨。从这波行情的涨幅、估值、股息率来看，这些股票下跌的空间着实有限。第三，过去一周 ETF 基金份额再度增长，这意味着被动资金仍在持续进场，而且波动越大的时候进场反而越快。第四，市场的多头格局并未被破坏。此前 A 股市场中呈现多头排列的个股数量掉头向上，周五的大跌并未完全破坏这种节奏。与周四相比，多头数量略有回落，但仍高于周三的水平。券商中国这个报道4点理由啊，支撑中国股市，唯独缺了基本面，就是抛开基本面不谈，聊股市，这不是耍流氓吗？刚才说了啊，现在只有30%的金融消费者认为牛市还在，那剩下的那些人去哪儿了呢？怎么观点就发生变化了呢？这才2个多月，每日人物啊，他前几天有个报道叫县城精英炒股麻了，也就是县城的婆罗门呢，也到胡适啊，被胡适割了一把，充分说明啊，这个在胡适啊，对吧？你这些县城的婆罗门那还是算小妖啊，背景还是不够啊。他这文章说啊，不属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拿不住。婆罗门认为自己赚的钱呢是凭本事赚的，他忘了他是通过特权积攒的财富，对吧？他忘了自己通过权力、通过门路、背景攒的钱，以为是自己能力赚的，结果偏偏要到这个讲究资金平等的这个胡适去博弈，连外资啊、国外机构那么大的机构对胡适都是退避30，敬畏3分呢。县城的婆罗门怎么能玩得转胡适呢？他这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在小地方炒股是属于精英们的游戏，它代表着收入稳定、小有积蓄且有一定教育水平。毕竟追逐各类财经新闻和理解复杂操作需要学历门槛。沉迷股市将近20年，作为985毕业的研究生和经济学在读博士，康体的老公小贝，这里面啊主要采访一个叫小贝的啊这么一个股民，说因喜欢钻研投资，在熟人圈子里成了县城炒股专家。同事们最喜欢问他买什么能赚钱，请他整卖股票，该买还是该卖。他也手握全家经济大权，支配着家庭资产流动的方向，俨然县城的巴菲特，对吧？县城版的巴菲特叫贝菲特。这个所谓的贝菲特啊，因热爱走上过专业道路，从中兑现过美好生活。然而他也因超前消费观念引起了家庭震荡，甚至亏掉了县城一套房，在家里失去话语权。10月的牛市，小贝终于帮全家解套，并在家人想着再挣个大金镯子的时候及时卖出，因为连隔壁毫无投资经验的陈老师都一大早敲门问他怎么买。他判断市场已经狂热到非理性了，只如县城同事亲戚们的股票咨询，他也逐渐秉持明哲保身的态度。毕竟在熟人社会，涉及到钱的事儿是道德问题，很可能引发重大危机，最好闭嘴。10月初的牛市啊，小贝带领全家从深陷多年的股市及时解套，一举赢回传家的尊重。而我身边其他县城炒股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作为全公司唯2拥有股票账户的人，我们财务经理说他已经亏麻了，预期是能回本20%就收手，嘴上说着干啥也得交学费，实际上和他一起深入
了后后悔不已，都说是牛市来了。既然是牛市，就不能只活几天，错过了离回本70%最近的一次。如今他炒股软件一周最多打开2次，眼不见心不烦。根据小贝的观察呀，身边10月大涨后入市的人，大部分都亏了，赚的都是之前早就一直有股票的人。热闹过后，股票市场持续冷淡，大家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回到原点，县城的炒股氛围也再次沉入水下。我不得不庆幸股海沉浮多年，交了很多学费的小贝这回真清醒了。10月8号，市场一片欢腾，民众情绪高亢，巴巴盼着爱在深秋时，小贝突然宣称把我的股票全部卖掉了，也就是把全家的股票啊，他爸爸的账户的，他妈妈账户的，他弟弟账户的全部清仓。清仓的依据就是连隔壁毫无投资经验的陈老师都一大早敲门问我怎么买股票。市场已经狂热到非理性，实际上非理性的标志是作为经济学家任泽平都已经疯狂了，失去理智啊，开盘即收盘，这就说明已经疯狂到了顶点。县城炒股众生相，这个作者啊说，回老家上班10多年，每逢股市大热，小贝身边总有同事问怎么炒股。10月份这波史诗级的大行情，他微信里又炸出不少想接住泼天富贵的朋友来请他指点一二。他和我视频时透露，总有同事想打听他赚了多少，发了大财吧，是不是回来就准备辞职了。小贝的公司啊是一家老牌国企，做煤炭开采经销，虽然身在4线小城里面的县城，但收入还可以。2010年以前，煤炭黄金时，矿上工人一次性年终奖就能发外面人1年的工资，第二天去提车，但不在少数。说年节福利也是一车一车的往回拉，米面粮油劳保用品福利用不完，就用接济村里的亲戚朋友，或者去粮油店换钱。这就是县城国企经营状况好的时候。说小贝周围的同事同学多是和他一样的矿2代、矿3代，他们面貌基本一致，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大专以上学历，找的对象也都是同个系统的女性，家里起码2套房，矿区职工老婆大宿舍1套，县城或市里商品房1套，平常上班住家属区，周末回市里消费，并配有10来万的车1辆。天籁、雅阁、帕萨特是他们最钟情的座驾品牌。日子在小县城比上不足，比下逍遥有余，两口子都挣钱，小地方花钱的地方不多，股市投资成了一些县城中产资金蓄水池。不过受限于地域和人们的认知水平，大家对投资的理解相当粗浅。他说有一次单位几个女同事一起炒股，合伙花了1200元买新浪财经上某股评专家的付费荐股文章。当他看到两人对着手机念叨，人家说这个红线和白线相交，这里朝上拐就能涨时，这个小贝说啊，听得我都想挣你们的钱了。这些很多股民啊，还没入市学费就交了，买这个荐股文章。事实上，当牛市来临，任何 K 线图、看线技巧和财务分析技巧都是徒劳无功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忍住不卖。可股市是由人参与买卖，是人就抵不过人性的弱点。这个在县城啊，炒股是有阶级的游戏。这文章说啊，对于大部分县城老百姓来说啊，炒股还是高不可攀的资本游戏，和钱有关系，但也不大。我们公司有一些开好车、四处旅游、爱泡夜店的00后拆迁户，我问他们炒股吗？人家说姐，我不会弄那玩意。他们的投资放在开个直播公司、培养网红、开个饭店、小酒馆等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其实在小地方炒股也是有阶级的，有稳定工作、高素质、高学历的公家单位职工尚且谨慎，何况体制外的游泳散兵。我们公司上下几百人，我听说有股票账户的就总经理、财务经理和我。就在今年10月，我刚卖了股票的那天，我们3个正坐车去集团开会，总经理还眉飞色舞的一人给我们拿了2箱，看着总经理是解套了。唯一一个普通职员还炒股的是我的前同事，他
他以跳槽的本事为一家上市公司做市场策划。有一次和他吃饭，他托我问问小贝他们公司股票能不能买，因为转正之后要表忠心，公司同事全买了自己不买不像话。文章最后说啊，好在这轮股市县城冲进去的人不算多，是吧？要想他们冲进去，估计需要半年到1年的连续大涨。对大部分人来说啊，网上的高峰狂欢、低谷哀嚎都与他们无关，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少数人惊心动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就是在县城炒股啊，还是县城婆罗门的专利啊。实际上胡适的主力啊，恐怕还是以胡一进老师这样的人比较多，手上有钱有时间，有点像那个水浒上面王婆说的潘驴邓小闲。胡一进老师差不多占了3样，很多退休的人，还很多没什么事的人，但是手上又有钱，他就愿意到胡适啊搏一把。这个最近胡一进老师啊跑到上海复旦参加什么讲座，我感觉啊是这个头部黄额啊狂欢，头部黄额的一个聚会。胡一进老师说啊，他说昨晚在复旦的讲座上，有人问我怎么看报复社会事件。胡一进说啊，他说首先啊，政府层面高度重视，在采取措施加强防范。他说我相信会有效果的。在民间有少数人害怕，可以理解，但害怕没有用。我们无论多么不愿意，都只能接受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他说没有哪个国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它的发生是极低概率的，但是谁摊上就是100%，这个矛盾让我们纠结。然后胡一进老师啊，他这列举了发生在美国的种种枪击事件。胡一进老师说啊，这不是比烂，他说我想说啊，发生了这些事件，那些社会都在继续正常工作，没有对事件恐惧进行社会性的反复咀嚼。他说我知道这种事情摊谁头上都是灾难性的，生命永远会面临着某些不确定性，我们无法期望绝对安全。同时，尽管像我这样外出多的人碰上极端事件的概率不会低于社会上的平均值，但他对我和绝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又是极低概率的，我得谋生，一辈子走南闯北。总之意思就是，虽然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大家不要在意，该吃吃该喝喝，不要被这些极端的事件吓住。胡一进说啊，反极端事件说到底是政府和专门机构的事情，我相信他们会尽力。我非常同情在极端事件中遇难和受伤的人，他们非常不幸。同时我继续相信概率会对绝大多数人提供一种无形保护。相信命，概率啊，就这是小概率事件，怎么就会到你头上呢？胡一进的意思啊，所以你不用害怕，生活得往前走，请不要引领反复咀嚼极端信息吓唬我们大家。在互联网时代，保持理性和冷静成为了一个挑战，对不幸者的同情和保持集体理性不应该成为矛盾。胡一进老师非常有意思啊，他把这个反而埋怨大家过于紧张，过度紧张，对吧？他先举例子，美国也有很多这样枪击事件，那美国人不照样生活的挺好吗？我们这才急起，而且政府都在努力，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第一，对吧？你不用担心这事会落到你头上，极低概率的事。第二，如果落到了，那你不就没事了吗？对吧？你就嘎了，不正好结束了？你看胡一进老师他就这意思啊，他从来不反省啊，为什么这么多极端事件？美国那么多好的你不学啊，枪击事件你天天拿来说，那日本、韩国有那么多极端事件吗？或者吧，越南有那么多极端事件吗？对吧？美国好的地方他不提，他就比差，因为这个极端事件啊，往深里追究反省的话，全社会反省的话，那么这背后的帮凶啊，咱们不能说元凶，帮凶就是胡一进这些所谓的正能量，这些吹鼓手。所以胡一进老师他拒绝反省，为什么网上越来越这么极端，对吧？排外仇日，针对外资的，针对外国人的各种仇恨的言论哪儿出来的？是谁在那儿引导培养？胡一进老师啊，这个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对吧？他反复的这种叫美化。当然胡一进老师在网上和加藤老师还有北大的一个教授称之为三剑客的时候，把那些理性的声音全部封杀了。现在他呼吁大家理性，即便到这个时候他不反省，他认为他跟老百姓一样，也是暴露在外面，遇到的这种风险是一样的。事实上呢，胡一进老师出入的更多的啊，还是一些高大上的场所，那些场所安保肯定比普通的老百姓接触的要好得多。你比如说他跑到复旦大学参加什么论坛讲座，普通人能接近吗？坏人能去搞破坏吗？搞群体事件吗？搞这种报复社会的事件吗？都没有机会，他们顶多在那儿扔个鞋子。最近啊，这个由于叙利亚的阿萨德巴沙尔政权断崖式崩溃啊，导致这个国内正能量这一块集体大
脸，集体破防。这其中啊，这个最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金老师啊，金灿荣老师。这个金灿荣老师以往给人的感觉是侃侃而谈，动不动就笑两声，哎，自己把自己先给逗乐了。至于你们笑不笑不管，对吧？他自己开心就行。大体上啊，听他讲的那些东西，他也分析俄乌战争，哎，国际局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叫什么国际什么战略什么智库的，但是错的离谱，所以网友调侃这个金老师，结果他破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他真错了，错的彻底。哎，就像你嘲笑一个穷人没钱，那绝对是侮辱人家。这个金灿荣啊，他说啊，仅仅12天，阿萨德政府就垮台了，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预料。坦率讲，笔者之前的预测有问题，他承认他自己的预测有问题啊。他说，我认为只要俄罗斯和伊朗给出足够的支持，阿萨德就能撑住。但俄罗斯和伊朗这哥俩都抽身了。你看这个国际战略问题的专家就这水平，他就是我以为，我认为，俄罗斯一出手就有，就这么简单。就像国内很多人一样的啊，就是我认为，我以为，开会问题都解决，就这逻辑都是一个逻辑。他说这几天有一些公知大侄子毒蛙像过年一样特别兴奋，调侃我。你看这个金老师啊破防了，他也跟那个自媒体那些小粉小红正能量一样，说什么公知大侄子啊。他说这很可笑，我们可以问问他们能否找到一个例子，包括他们的美国爸爸预测对了吗？截至到目前，笔者还没有看到有人准确预测过叙利亚局势。这个巴沙尔的政权倒台以后啊，这个作为国际关系战略的智库又开始重新分析，得出了结论啊，说回头过来看，阿萨德政权迅速垮台，首先是内部治理出现了大问题。这内部治理出现大问题，难道是最近才有的吗？他不是一直有吗？可见啊，这些所谓的专家，这些学者，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如果是他不拿工资，国家的税没有给他发工资，他是自己养自己，那也就无所谓，对吧？他是为了挣钱，他这么说那么说。如果他是拿了工资，拿了国家经费，他还这个水平的话，那就有点对不起人。这个我就想到了维维老师，为什么老说大家大头放在国家那儿？因为只有把大头放国家那儿，国家才会给他发钱。如果钱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手上，你说谁会为这样的专家教授付费呢？这不是脑子有病吗？就金老师还有这个维维老师这种胡说八道、信口开河，他能收到钱吗？所以他们为什么拼命的维护，对吧？希望搞集体，希望由国家来掌管所有的财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活得下去，他才能活得滋润。包括胡锡进老师，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罔顾事实啊，才能黑白颠倒。反正他越颠倒，他越有钱。你承认技不如人，对吧？承认自己分析错误没毛病。关键是这些专家学者，这些所谓的战略智库啊，国际战略、国际关系这些学者，你不能一次都不对吧？对吧？从南联盟开始到利比亚，到伊拉克，到叙利亚，到俄乌战争，他们挺谁谁死，这个不应该总结总结吗？这脸打的没法看了，连反向指标都没有他们灵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中，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